大家平安，伫万心来敬拜上帝，请奏乐。听人祈祷的主啊，见有血气的，拢要就近你；罪恶较赢我，论到阮的过失，你拢要赦免。你所拣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院内的，即号人有福气。阮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来心满意足。现在吟圣诗273首。请起立吟全首。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神，咱伫伊面前着点睛中定，心肝着谦卑。承受真理，承谢乌罗伊极大的慈悲，主上帝全地伊恩典无限，主上帝这大伊赐福予咱，永活的天。上帝是听，伊受死生命替咱献生命，救主老保惠赦咱的罪，愿主的福音干净咱着罪。
世界俄罗斯，今哈利路亚，全心服侍主每日拢无厌，全能的君王，上帝是伊，咱着顺服伊伫我命福气，主会伫我日心欢人类，人着紧返回通享受恩惠，新度日天堂，应更欢喜，正成亲像当俄罗饮食。请游玩徛咧，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四读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上天。这日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。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示文23，启示文23也是诗篇96篇。着对上主唱新的歌，着对上主唱歌，称赞伊的名。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。因为上主至大，应该受极大的称赞。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，尊贵甲威严包围伊，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，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。着称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，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，世界坚固，袂动摇。天着欢喜，地着快乐。田园甲其中所有的，拢着快乐。上主得来啦！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因为你对世间人的疼，就将救主耶稣活命的光赏赐予阮，予阮黑暗的生活得到亮光。这款的大恩典，阮就感谢你，爸啊！为了主耶稣临到世间，
为着伊听的作为，为着伊的教示，为着伊较赢死亡的关系，为着伊甲阮同在的神来感谢你，求你，互阮伫每日所做一切，拢学主耶稣的款式来过圣洁的生活。全能的上帝，阮的天父，阮将一切拢交托伫你，阮的心灵求你保守，阮要服侍你，愿阮每日为充满顺服、仁爱，充满喜乐。愿阮每一日的言行举止，拢会下伫基督的福音。阮安尼祈祷、恳求、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来共读上帝话圣经，记伫出埃及记12章1节到14节。出埃及记12章1节到14节。耶和华伫埃及地对摩西、亚伦讲：即个着做恁的正月，做年年的头一个。恁着对以色列的全会讲：本月初10日，大人着照老爸的家饲羊仔。一家一只，就是一家的人伤少，一只羊仔食袂了，伊就甲隔壁的厝边照人爷三甲取一只。恁备办羊仔，就按算逐人所为食的量。恁的羊仔就无下厨的，未满年的羊公仔，恁就对绵羊中。还是山羊中处于龙汤，恁就留到本月14日黄昏的时，以色列全会的证人就杀羊仔，因就取淡薄血，抹伫食羊仔迄间厝双边的门徛甲门楣。迄暝就食羊仔的肉，用迄白衣。甲无甲饼、苦菜掺着食，毋通青青食，决断毋通用水煮，就用火逼头、骹甲五脏拢着食，拢毋通留过早起。若留到过早起，就用火烧。恁就安尼食伊，腰下大。骹穿鞋，手举拐啊，也着赶紧食。这是耶和华颁过节，因为迄暝我要遍行埃及地，拍死埃及地一切头上生，无论人甲精生，阁要审判埃及一切的上帝。我就是耶和华。这个血伫恁所徛起的厝要做恁的记号，我一看见这个血，就对恁搬过去。我拍埃及地的时，灾厄无到伫恁来灭恁，恁就用这日做纪念，守伊做耶和华的节，恁就代代守这个节，做永远的日。阿门。赞美，请圣乐队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。
无需要证道属主家庭的内外记号，属主的家庭内外记号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为分享大声，咱就一家来感谢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，所以阮通坐一只，通过礼拜来敬拜你，讨乐你。阮有份一只用服侍来敬拜你，得领受主上帝你的话。通好对你遐来领受恩典甲福分，愿主你的心拍开阮每一个人的心门，照你的旨意安排，感动阮的心，手术予阮亮光，成做阮个人生命的帮助。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伫你，求主你亲自来掌管，祈祷交托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出埃及这个词，对咱现代人来讲，那亲像是捆绑得到讨棒，正义得到实现的代名词相共款。对迄种伫期待会当对恶势力来得到讨棒的族群，也是团体来讲，出埃及的故事。那亲像是一个成功的典范，也是讲案例。总是出埃及这段故事，敢亲像咱所想象的安尼，善恶分明。故事的过程甲结局，敢真正遐尼幸福甲快乐。出埃及记描写以色列人怎样出埃及。而且进入迦南地进前，先去到西奈山，甲上帝立约，然后才开始经过旷野，往迦南地来进前。不过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出埃及？原因是啥物？更较重要的是，之所以讲要出埃及，是谁讲要出埃及的？那呢出埃及记对犹太人来讲是啥物款的信仰传承？对咱现在基督徒来讲，都互咱啥物款的启示？这拢真正需要咱更加去研究甲思考。比如讲，埃及人因着真烦恼，以色列人数变多，变啊真兴旺，总是咱会发起讲啊，因埃及人着较早带因赶后走，毋着好啊。啥都无爱带因赶后走，都互因继续留伫埃及地，都互上帝有机会来甲因刑罚。为虾米？因为埃及人虽然真烦恼，以色列人会变强心，总是埃及人嘛真需要以色列人呢，需要因创啊做苦工啦，要利用因的劳力来建造因的帝国。咱呢，以色列人本身因规工食嗨嗨餐，食咧化艰苦，总是我要问的是，伊敢真正要出埃及？以色列人检知一点仔要出埃及的意思都无。另外就是讲，为虾米咱看起上主是安那无爱直接讲到第10灾就好？第10灾是啥物灾好？大囝安那叫天使拍死嘛？啊，咱会想讲，上帝你著直接讲到第10灾就好啊？你是啊？在头前经过迄9个灾好？原因就是一埃及地，毋是刚好法老王，埃及人的心硬尔，都有啥个心嘛是硬，以色列人的心嘛是硬。所以咱爱知影讲，虽然这位信实佮满有慈悲的上主，因听到亚伯拉罕的呼唤，因伫埃及地受难的声音，上帝照伊立约的这个应允，伊要主动来施行拯救，
伊要带这阿比拉罕的后裔来出埃及，总是以色列人本身敢真正遐尼想要出埃及，因敢真正有想要离开。咱若是手头有圣经，咱会当掀起来，一面听，一面来看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讲，当上主要降落第10灾进前，上主通过摩西甲阿伦吩咐以色列人安那来备办，安那来面对这第10个这个灾祸。不过讲到这真趣味的一件代志，就是讲。上主那小是要加强这以色列人，互因加强这个印象，相共款。这个时阵，以色列人刚出埃及吧，未嘛，因甲上帝讲离约啊，嘛未啊，伫即种就危急的状况之下，处境下面，上帝既然得互因设立2个节期，对2个节期，搬过节都有啥物节？度假节嘛，真奇怪！伫迄个处境下面、状况下面，既然安那设立这2个节日，我想咱手头圣经内底写啊诚清楚，要守这2个节期的备办的工课，也是进行的方式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咱手头所摕的圣经拢写啊诚清楚。不过咱来想。上主乃会认为讲，这以色列人一定会听摩西甲阿伦的话。咱知影讲，摩西甲阿伦第一届去甲法老王谈判的时阵，有成功无？无成功嘛，不止无成功，安那以色列人有这欢喜这2个人无？对因这无欢喜呢，真怨恨因2个，无信任伊，是安那？因为谈判失败了后，这以色列人的做的工课是安那？比做较加重嘛，都埃及人都带因刁难嘛。先啊，伫即个时阵，上帝要通过摩西甲阿伦，互以色列人定这2个节期，而且都要爱因照规矩来行，是安那？咱知影讲，咱若是看圣经，这2个节期要守起来，敢有方便？无啥方便呢，真复杂对无？来准备羊仔囝，来准备苦菜，准备遐物件，无啥方便。不过我要讲的是，以色列人都安那无信道。当上帝降落迄10个灾祸的时，请问以色列人敢有看到？因敢有经历到？因都安那无信道，即声都爱安那，嘛得信道对无？我相信伫迄个时阵，无人想要挑战上帝，无人想要挑战上帝。所以咱来看搬过节的第一个准备的工课，上帝嘛是要互以色列即个族群家家户户高不离宗来彼此提醒。高不离宗敢听有？不得已啦吼，高不离宗来彼此提醒，上主互因的呼召，千万唔通无信道。因为咱知影讲，以色列人伫迄个时阵，伊是做奴隶嘛，对无？所以并毋是家家户户拢有细只羊嘛毋是家家户户拢有拄啊好，迄只细只羊安那无下事啊，有可能是骹受伤，皮安那烂去，无一定拢有无下事的羊仔囝。都有经文记载，照分量落去分配嘛，落去安排嘛。有诶小人讲我拄好有细只羊仔，但是我2个人食袂了，结果有一家伙安那4个人，结果因有细只羊仔无。所以家家户户大家一下互相关心，去叩问讲你诶情形安那？你无你来我遮食，我有我去你遐斗食，分配遮安那？食量食量，所以上帝要互因即个时阵，整个族群安那会当连结起来，互相关心，互相来协助。而且某一个程度，因嘛会当因为安尼来救迄个无信道的家庭。
敢有可能有一户家庭无信道、无要准备的？敢有可能？嘛是有可能啊！我又讲，我就是无要备班啊。但是当你来叩门讲，你有准备羊仔无？敢是一个提醒，敢是一个提醒，检查着救这个家庭。咱看去讲圣经安那描写，因准备的时间有偌久？10号的时阵来敬洗只羊仔嘛对无？总是啥物时阵要抬这只洗只羊仔？14号，所以有几工的时间当准备。4工的时间检查迄只洗只羊仔有无下熟无？还是讲家家户户去看讲安那？你有准备食物无？你有羊仔通食无？大人的食量敢有分配安排好无？当安排好啊，到17日的下暗，全体以色列人来做一个上重要的动作。上重要的动作，这个动作若是去绕沟去，不管你食的物件安那正确，不管你煮的方式安那符合这个要求，拢无效。这个动作是啥物？用羊仔囝的血安那？抹一门徛啊，倒门牌哦，门徛甲门牌，门徛是对搭？徛门徛甲门牌，我逐礼拜拢有伫教台语安尼。门徛甲门牌爱抹。我讲的时阵，你伫内底安那食、安那煮、安那正确，无问题。问题是你外口这个动作刚来做。一定爱抹，你若无抹的时阵，第10载上帝是派毁灭性命的天灾落来。你无抹的时阵会安那？毋是到埃及地的大囝去互拍死，含以色列人的大囝安那，嘛会去互拍死。所以这个动作一定爱做。过来，上帝规定这个物件甲煮的方式，咱来小看卖啊。是安那一定爱满一岁的细只羊仔，是安那得爱得配即个无甲饼甲苦菜，而且咱注意经文写的，拢得爱用蒲的，经文写用白的。我毋知恁头路安怎讲啦，北部甲南部的讲法无啥共。你是讲蒲吧烘吧？烘吧，烘吧啦吼，来讲烘吧的野手。好，手扛了。我等下拢用烘肉，因为阮南部人拢讲ปู肉啦吼。我惊恁听无啦。烘肉好，拢得用烘的，是安那拢要用烘的。重点是啥物？咱看经文，爱赶紧食啦，赶紧的吃，快快的吃啦，爱赶紧食啦。啥爱赶紧食？因为上帝降落在第10载的迄个黑暗，天使啥物时阵要来？天使啥物时阵完成拍死大家的任务？以色列人啥物时阵要出门离开埃及？因啥物时阵会当食后一顿？敢有人知？拢无人知嘛，拢无人知嘛。所以因敢有时间食补迄大只啊较肥的羊仔？敢有时间？无时间通补啦。而且因讲袂当青食油肉，是因为外邦拜偶像因拢有食青肉，所以嘛毋通。啊，伊讲嘛毋通用水煮的对无？我要讲的是，咱都会记得头前迄9个灾祸是降落啥物9个灾祸？第一个灾祸是啥？水变做啥？火。啊，倒水内底有啥物火？青蛙嘛，啊，倒有河神顶顶食的嘛。我要讲的是，你大个环境若变做安尼，你刚刚在啉水。我要讲的是，迄个时阵全埃及地敢有清气的水通好来煮物件啦？无迄清气的水通好煮物件，所以因要食的物件，拢用因头讲啥烘的哦，用烘的。用烘的讲是火一下骹你烧的时阵，去火焰直接安嘛，敢有捂着迄个要食的食物？恁到底有烤肉过无？
我安尼讲袂落去呢？你有考虑过？有吧？这个火，因为咱若是用鼎，是用瓦啊，啥物火？讲是都有一个间接嘛。但是煮的时阵火是安那？直接接触到咱要食的即个食物嘛。连苦菜嘛是小人款用煮的。即个苦菜根据考古学家吼去研究，因是当地一种类似莴苣的一种菜色啦，类似啦，但是无确定。最后要食的一种物件叫做无甲饼。啊，啥食无甲饼？这真清楚嘛。上帝讲，因爱赶紧食嘛。请问敢有时间等到伊发觉？有时间无时间嘛？对无？无时间。所以不管是细只羊仔囝、苦菜，还是无甲饼，拢直接用火安那落去烘来食。那我会讲，所有要食面的，拢是用火烘，用火的火焰直接去加烧，用火烧来食。甚至讲，上帝讲，食出的物件是倒喷桶，还是乌一个空带起来？食出来安那，犹原用火安那烧好掉。上主无要互以色列人的厝内底有污染过，还是无清气的水，伫迄个中间。上主嘛无要互以色列人的厝内底有发觉的即个机会。咱然后讲有即个嫁母的时阵，无注意牵到迄面架内底安那，敢会发起来？会发起来。总是若是发过头的安那，敢会烂去，敢会臭酸，会烂去的臭酸。啊，食出的物件咧，爱烧好掉。因上主无要互以色列人迄个黑暗，因是厝内底有任何会馏烂、臭酸的这物件伫迄个内底，所以得算讲你食出的嘛会安那烧好掉。上主爱以色列人伫迄个黑暗，赶紧食，快快的吃。总是伊嘛毋茫因食了健康，食了卫生，保持迄个厝体内底的清气。因为迄一日黑暗，上主随时拢要带因离开埃及，所以因得保持一个上好的状态啊，保持一个上好的状态。这一切要求，拢是上主要互以色列人甲埃及人中间有一个分别，特别要互以色列人看起讲，即个埃及大囝会死，来体会着讲分别的重要性。用火来抹即个门的门徛甲门牌做记号，以及啉食的方式、煮的方式。到甚至是迄个喷会安怎处理，拢是要互以色列人来意识到一件代志。对迄个黑暗开始，因必须爱甲埃及地的生活习惯、生活方式，甲迄个因的即个习俗来做一个分别。因为上帝一定有过，因要看起埃及地所有生殖即个家业的大囝。互毁灭天灾，互毁灭性命即个天灾来拍死。上主嘛讲一件代志，咱看咱的经文，伊不只是要拍死埃及地的大囝，伊敢是嘛是要处罚埃及的神明。敢有看到即句？其实上主即只讲的即个埃及的神明，讲的就是法老王啊。头前迄9个灾祸。其实上帝一定用伊的大权能来赢过9个埃及的神明啊啦！谁讲一只伊要来处罚即个法老王？法老王是埃及的即个传说内底，伊是太阳神的囝的即个化身啦，太阳神子的化身啦。咱会记得讲第9灾是啥物款的灾祸无？全地安那？全地安那变黑暗嘛，对无？今仔日若是有日头的时阵，敢会变黑暗？袂变黑暗嘛，对无？后头讲法老王是啥物神的化身？
太阳神的化身啦。所以第9个灾祸，上帝就是要埃及人、以色列人知影讲，伊的大权能够赢过太阳神，赢过太阳神。伊要互法老王知影讲，保庇你的性命无法度活，而且第10个灾祸嘛要拍花，你要接你的即个王权的即个火种，就是伊的大囝。上主要互以色列人知影讲，上较是因的王，上较是因的主，而且是大有权能赢过一切埃及神明的上帝。如果讲以色列人伫迄个时阵真正相信上主通过摩西、亚伦所宣布的即个呼召的话，因若是真正想要离开埃及，是即个黑暗，因得爱好好啊遵守搬过节的这个规定，而且经文记载讲爱世世代代来传承落去。啥要世世代代来传承落去？因为毋望上主会当永永远远成做以色列人的上帝，以色列人会当永永远远成做上帝的子民。若是讲伫迄个黑暗，永远伊听上帝的话，照伊的吩咐来行，会当得救。咱ใน未来，不管以色列人拄着啥物款的困苦、压迫，拢会因为因听上帝的话，照伊的吩咐来行，世世代代、永永远远得到上帝的保守甲看顾。上主通过第10个灾祸施行拯救，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进入伊所应允的迦南地。通过这第10个灾祸，上主要互以色列人意识到讲，上主拯救的单位毋若伫个人，上主拯救的单位是在伫家庭，一直家族。咱敢有看到讲，家家户户一日的黑暗拢组织安那做一伙，敢都有囡仔伫外口拍拍草，敢有大人伫外口安尼行来行去？无可能嘛！拢秘伫迄个有抹羊仔花的厝体内底，对无？所以上帝拯救的单位，上主伫迄日黑暗甲因讲：我毋若呼召个人，拯救个人，我嘛要拯救整个家庭甲族群。抹羊仔花的即个意义，上主要就是信仰的传承。因为即个羊仔花的记号，以色列大囝较会使活的。咱知影讲财产拢是安那要传承互啥？大囝嘛，信仰的传承嘛是互大囝。今仔日你的大囝若叫抬死的时阵，请问家业是要传互啥？信仰是要传互啥？今仔日就是因为有即个羊仔花，所以大囝才会活的。信仰才有法度继续来传承。都因为即个抹羊仔花。是迄个黑暗活落来的大囝，会当用伊活落来的即个性命，继续按伊的后代来传即个信仰。来因的后代讲，你的老爸是迄个黑暗，因为门的外口有抹羊仔花，所以上帝拯救阮出埃及，你的老爸才会活伫。所以这是即个抹羊仔花的意义，是咧传承即个信仰，来做见证。而且，上主嘛无要互以色列即个族群，干那顾因家己尔，故意或者至少门前雪。咱若讲头寡因咧准备羊仔的时阵，敢是有家家户户去叩门去了解，分配即个食物对无？所以通过即个动作，伊嘛要互整个以色列的族群会当合一，会当彼此连结起来。上重要的是。上主即训练以色列人爱时时保持警醒的即个态度，以及即个观念，常常保持警醒。是安怎讲？上主互以色列人食搬过节的即个晚餐的时，请问因是赶紧食，还是用先食？赶紧食嘛！啊，经文讲因咧食的时阵，腰带下啥物货？下大嘛！啊，穿鞋啊对无？手内咧摕啥物货？
诚乖啊！恁食饭的时阵会安尼吗？对无？你一食吃到饱，会怎啊？大腰大，瘦啊，就暗吗？都食袂落啊嘛！啊，若一厝内底，你会得穿一双会搭你束绑吗？啊，你无代志，摕管仔食食饭创啥？所以上帝通过安尼要训练讲，爱时时保持警醒，保持警醒。一方面，因得爱警醒讲，因遮的物件有保持分别做成无？一方面去注意讲，摩西甲亚伦有来叩门无？要出门啊无？因只啊一面保持厝内的清气，一面注意外口的这个动静。上主要安怎引出以色列家，要往对一个方向行？什么时阵要动心要出发？以色列家爱常常保持警醒，随时做好备办。咱做来掀开圣经新约的部分，提摩太前书第3章14节到15节。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5节。掀开我来读。提摩太前书第3章14节到15节。保罗写予提摩太的批信内底，伊写呢，伊安尼讲：我毋望真紧就去你遐，毋过行了较慢到。我先写即张批，互你知影，咱伫上帝的家着怎样生活。即个家就是真活上帝的教会，也就是真理的即个条则以及地基。咱手中所摕版本是啥物版本？和合本对无？咱做伙来读一解好无？请。好，到遮尔，先到遮，谢谢。咱头拢知影讲，教会是送的家，啊，讲是咱的家，嘛是咱的家。以色列家因为上主的竞选甲利用，所以这族群真做神圣的子民。那呢，咱的教会咧，教会就是一群领受主耶稣基督保护掠砍的一个团体。咱一只无分咱的血统，无分咱的语言，无分咱的文化，无分咱的族群，咱无分，咱一只组成一个属灵的家庭，或者上帝的家。今仔日教会是安那会成做教会？是因为这个团体承认耶稣基督是因的救主。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甲割活，承认伊所留的保护，成做咱每一个人，成做教会属灵的掠砍，一个得救的记号。咱也知影讲，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时，因为羊仔的血，所以因闪过即个天使处罚拍死的即个刑罚嘛。总是无代表讲，因伫迄个黑暗会当活落来，伊会当活到最后，看到迦南地的美好。因有的人实在活袂到看到迦南地，因为上主即设立即个度假节的时阵，有讲，迄一个黑暗若是有人食米无照规矩来，食迄个发觉过，也是无照规矩来食。上帝拢要将迄个人对以色列民内底来甲检读，来甲除名。这代表一件代志。虽然迄一个黑暗，大人拢秘伫厝体内底，伫啉食搬过节的即个食米，外口拢有抹火嘛，对无？总是天使会来叩门，你去检查恁有照规矩食无？天使会来叩门吗？袂，天使是看迄个火记号就搬过啊。啊，族长会安尼一外口行会来叩门，要检查你的食米吗？
所以敢有人知影讲，迄一下暗厝体内底敢有才有规矩只？敢有人知？无人知嘛，对无？啊，毋过谁知影？上帝拢知影有照规矩无啦？对，你外口问我迄个杨仔花啊，总是有要分别做成，有要追求圣洁无？上帝拢知。虽然是迄个黑暗有活落来，总是当因开始咧行旷野的时阵，当伊行到西奈山的时阵，遮个人的心拢要显明。相共款，咱每一间礼拜堂的外观，咱的厝顶拢有啥物货？拢有插旗啥？十字架。啊，咱的礼拜堂内底有啥？十字架，拢有记号嘛，对无？咱每一礼拜的信仰个别，咱嘛是宣告耶稣基督保护甲咱的掠坎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咱的教会，敢真正拢有听上帝话得行？咱的教会内底，敢真正拢有分别做成？意思就是讲，咱每一个事工，敢真正拢是一基督灵修的中间，经过信心的火，经过这个火的试验，来得到清气。咱会做的每一个事工，敢真正甲这个世界有所分别。咱来追求上帝感觉，追求上帝的心意。咱来思考安尼的代志，咱减有。咱每一个信徒，拢是上帝的家的成员，咱拢是上帝家的一家伙啊！咱拢是主的兄弟姊妹，讲对，有阿门无？总是咱都有义务来彼此提醒、劝勉，互咱伫教会事奉顶面，真正爱遵照上帝的话去行，爱追求圣洁，分别做成。伫顶礼拜的即个经课表所提供的经文内底，敢会记得顶礼拜的讲道？袂记咧。耶稣讲，若要跟对伊的人，爱安那看无家己，也啥物货？十字架来跟对伊。因为若看无家己，否定家己的时阵，就会当来对付撒旦，对付咱内底的歹，咱个人的歹，对无？即礼拜的经课表所提供的经文，目标是要咱对付团体的歹，来对付组织结构顶悬的不义。啥要对付遮的？通好避免上帝通过基督的审判，迄个刑罚临到一咱的教会。这是一个真大的功课，而且有前后的顺序。这个前后的顺序是，今仔日咱若是无法度对付家己，咱嘛莫想讲要来对付团体的歹。咱无法度对付家己，就莫去对付团体的歹。就算讲，咱每一礼拜信仰个别，咱宣告讲，每一个人，咱的教会有耶稣基督的保护，这个掠坎的记号，咱的厝体有十字架的记号，总是咱的所行所做，有一天，咱拢爱做伙来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。耶稣基督第二届要来，是啥物时阵？敢有人知？总是随时会来嘛，对无？以色列人伫迄个黑暗，上帝爱因赶紧食，啥那要赶紧食？伊嘛毋知影啥物时阵要出门啊？毋知影时阵要出埃及啊？赶紧食，因为这是上帝随时的拯救。爱做好备班。今日新约圣经嘛，甲咱讲，审判要对倒大开始，审判是要对教会开始，审判是要对上帝家开始。迄日黑暗，若讲以色列人赶紧食，爱做好随时的备班，爱警醒。那呢，今仔日的教会虽然咱有得救的记号。嘛毋忘，咱伫这内底常常做好备班，
常常做备办，时时来警醒。咱做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埃及搬过节的迄个黑暗，你用犹仔囝的血来成做以色列人的掠卡。你的审判，就对因的厝体来搬过。当今仔日，阮教会的设立，嘛是因为你的圣囝耶稣基督。这个圣洁羊羔的血，成做教会的掠卡，所以恁看阮做义，总是主，伫这个拯救的恩典下面，阮人实在软弱、无够野、欠缺，阮真正需要你的帮赞，需要你信心的引带甲感动，阮人靠法度来分别做成。过一个正圣的生活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真正是珍惜这个得救的记号。麻烦的人，每一个人，阮整个团体，会当一只彼此提醒，爱过一个灵修正圣的生活。倘好一日随时审判降临的时，阮教会会当徛在一个面头前。领受的是对天顶来会遮的奖赏，甲你的学乐。主上帝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照你美好的安排来引带阮。安尼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来吟圣诗152首，救主听堂的声。请起立吟全首。救主听堂的声，我着欢喜来听。你予我累生老费，救我做人生命。我担就困你，因你所流的宝血，洗我罪恶清天。求主听堂声音，我着刻掉的心，甘我做这受定十架。听我实在真情，主我来救你，我担就困你，因你所流的宝血，洗我罪恶清天。求主叫我纯净，我着听他命令，在我软弱快叹需要，予我为你正行。主，我来救你，我担就困你。所流的宝血，洗我罪恶清天。主叫我警醒，我着记
祷无停，又惊人来受主的戒，直到进入天庭。主，我来就你，我担就问你，因你所流的不会是我罪恶清气。阿门。请坐。请感情执事吴明书执事来书宪。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我读一遍，请大家来读两遍。旧的教着拄够清，互恁成做新的绳，亲像恁是无教的，因为咱搬过这羊羔也已经抬，就是基督。哥林多前书5章7节，请。5章7节，有的教着拄够清，互恁成做新的绳，亲像恁是无教的，因为咱搬过这个羊羔也已经抬，就是基督。哥林多前书5章7节，这内底有讲，互恁成做新的绳。这个绳，这句可能真罕你看了吼。这个绳就是面册。咱古早若要做包啊，要做迄落是爱有法嘛，爱法咱
尾仔有发明发粉，无发粉，所以就用这进前做过这面册哦，留一地啊起来做架母，互新的这个面粉过来再来发，这个就是叫做绳哦，绳。啊，歹势哦，牧师，我补充一个吼，出来及记，直直演变到今仔日，就是咱的过年。我门徛，我门埋，门徛门埋，就是咱即马过年的时古春啊，哦，古春啊，哦，要食迄无夹饼，无夹饼就是甜粿，迄个时阵袂使有食干的，就是有发的，袂使食发的，所以食迄个无发的。啊，苦菜就是咱即马的长年菜，哦。就是咱即摆长年菜演变到今仔就是安尼，所以为什么头仔讲迄肉是要用烘的？因为上帝毋知当时啊，要叫咱去逃难啊啦，要离开埃及啊啦，啊，所以遐埃及人哦，会拄后壁甲你追啊，甲你逼啊，所以逼到红海去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就食。大的唔爱去食淡的，淡的煮汤嘛，大的随时会食哩。哦，以上甲大家分享，来。顶礼拜的聚会出席情形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啊，搁下周的服侍人员，请你家己来注意。第二啊。周间团契的聚会啊，请你家己来看。也教育课程也请你来关心。第三页，教会小组的聚会啊，分8组啊，请你就近，也是你有登记迄组去迄组来参会。第7页，奉献的明细，若有顶单的，请甲执事也是办公室来更正。第8页，消息报告。第一，为月顶奉献主日，咱来孝顺上帝恩典，以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，接受天顶来的福气。第二，中级预选票，伫今仔中昼12点要截止收票啊！请若未投的，将你的票投伫咱4楼电梯边仔的投票箱。第三，今仔下晡1点半要伫701的会议室召开9月份定期中级会，请中级出席参会。会后煞要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。下主日9月17，就是新德圣经书院奉献主日，欢迎黄玉文牧师来咱本会请安，请兄弟为这个圣经书院的事工来奉献代祷。下礼拜中昼12点半要伫701会议室召开教育部的部会。请部员出席参会。下晡1点半要伫705会议室召开行政部的会议，请以下人员出席参会：敬请省略陈祖德、嘉珍、李碧清、张碧君、罗建成、彭秀碧、林明定、陈瑞玲、施丽华、郑武同、蔡乃平。教会消息：教会教育部奖学金的审查委员会公告，106年度的第一学期奖助学金的申请，到9月24日中昼12点截止。要申请的同学，请你伫9月24、12点进前，将你的
成绩表、影本、申请表交予各班的老师团课辅导。第二项，9月17日第4季受洗班开课，要受洗的兄弟请到办公室来查询。第三，第6期社区会议班的招生，对10月14日起，每拜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，要伫705教室来上课。30个人也若满就为止。报名请切合简成执事，还是田武同干事。教界消息，教会领袖训练课程有参与的，想要参与的，请你家己来看。集体消息，恭喜本会黄腾义弟兄、赖玉玲姐妹，伫8月29日，伊得到一位千金，母女拢平安。这是黄水金兄的囝，安尼黄水金兄公痛啦，公痛啦，因为生孙仔嘛，所以公痛啊啦，暂时无方便来探访，感谢主。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好，顶礼拜咱有举行迄个主任校长以及团契会长的即个就任，即时咱请黄伟霆来到即个头前。伟霆可能较介意家己一个人徛伫头前，所以伊今仔日较家己一个人来。当伟霆依照教会的法度，经过团契的选举，伊是遮来受选，正做学生团契的即个会长。即遮我要讲的是，伊是连任哦，伊是连任即个会长。牧师搁较少年的时嘛是青年团契连任2档的即个会长啦所以我知影你的心情啊，那遮尔稳定啦好，即只要来宣告，所以请咱会长请起立。当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堂教会、小会的官兵，设为你黄伟霆，正做学生团契的会长，一只伫正人的面头前来通知咱的兄弟姊妹，这个职分是照这个法度甲规矩交代伫你。当你设立正做学生团契的会长，你着协助牧师、长老、执事以及教会所有的同工，做伙存清气的心来办理教会事务，通荣光主上帝的名。阿门。会长请坐。即时，咱嘛直接邀请咱的长老来到台前，咱甲伟霆握手来甲伊接纳。咱请咱的长老。咱来吟上咏400首，愿主人来甲你同在。唱一遍，咱唱2遍吼。请起立来吟全首，
唱两遍。愿主人来，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予你心地的安宁，你分享主的厅堂。亲像长流活水，希望无暗暝看见主的光。愿主人来，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予你心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厅堂，亲像长流活水，希望无暗暝看见主的光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就是伊为着咱定死在十字架顶所留的宝血，成做裂坎属灵的记号。天父上帝，你对我的疼痛，就是对我的竞选，互阮享受到安尼恩典甲福分。愿信神的相通引带帮助阮，每一个人所行所做所想，一尽正成。愿三位一体上帝，你帮助阮，常常警醒，做好备办，直到主耶稣基督得再来的日。阿门。请一个圣乐队唱祝歌。
田乐灭岛。平安礼，请甲你的隔壁讲：伫耶稣内有喜乐，伫耶稣内有喜乐。